继续来到新闻的现场，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同的凉的，这是苗栗县一个少年家啊，叫做张丰苗。当今后人伊故乡创业，用在地种的番薯、蚵仔，也有火龙果这食材，特别做火龙果的芋圆，食起来酸酸甜甜的好滋味，真透心凉。互人食一喙就调咧，业者嘛申请专利，要变做别位食无的独家口味。炎热的天气，来一碗串冰上清凉。顶头铺满厚凉的番薯、公馆的蚵仔，也佮有3碗的火龙果所做的芋圆，互人敢若看到就喙烂插插丁。无怪业者等开门要做生意，马上就有人客为着独家的口味来。它火龙果真的里面有火龙果的籽质啊，酸酸的，蛮好吃的。申请全台湾头一个芋圆专利认证，苗栗的青年张丰苗，其实已经创业将近5年。刚开始只是因为有厝边送来番薯甲蚵仔，就开始来做芋圆。想袂到一推出就真受欢迎。太太有生的期间介意食蔓越莓，就试看卖仔来甲火龙果相掺，来做出色水敢若红宝石的新口味。我老婆那时候怀孕，刚好就知道蔓越莓。我们就把蔓越莓加进去，没想到就蹦出一个新的滋味出来。张丰苗讲，制作芋圆的材料，除了讲究在地生产以外，也佫特别来找找有机的农民合作。目前已经有红色、黄色、紫色、乌色各种无同的芋圆，会当讲是5花10色，料好佫实在。未来希望会当做出佫较侪种口味的芋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